牵引着我们在虎石团、在佛堂相遇。很多可能不认识的人，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刚才的后学的第一张照片，后学印象中好像有参加过一次。刚才听那个我们黄领任介绍我们义和跟那个南星一起合办营队的那个照片，后学在想里面肯定也有出现那个很小很小的人头在后学的盖在里面，就是很久以前后学印象有一次好像有参加过。但是呢，跟贝茨还有大家不晓得认不认识，就是隔壁的这个少景学长，跟他们其实都不认识，但是呢，却因为有虎石团，认识了这两位伙伴，还有其他的那个伙伴也是，都是我们南星道场的一些就是学长姐，但是在接触虎石团以前，我们都不认识。那后学一直在想，也许是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我们曾经有过坚定不移的约定，所以这样子的相遇，它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必然的安排。那后学从和虎石团的缘分是从围着饭桌吃饭开始。那时候的人民虎石团因为草创，就是才刚开始，那所以我们也没有安排什么活动，然后每天到虎石团呢，就是后学印象中就是去吃饭而已，就是很单纯的去吃饭。那当然那时候因为已经有佛堂，所以还包含线香跟吃饭。那后学呢的线香的礼节其实也是在虎石团学的，在高中那时候其实道场都会开一些礼节班嘛，那也断断续续的去参加过几次。那其中其实都不是很积极的想要去学会，因为觉得没有不会用到，因为那时候学校还没有佛堂，然后就觉得学这些礼节，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学这些礼节呢？那时候就是到虎石团之后，然后当然很自然的，吃饭之前一定要线香嘛，那才发现说，哎，原来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那在那个时候就很自然的就是学会了理解。或许觉得那是一种，就是因为我们有需要，所以我们去学习，那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的积极。那时候就是真的很单纯的到虎石团吃饭这样子。那可是因为也因为在虎石团吃饭，所以更加深了就是彼此之间的感情。那在那个时候。